保安呢行咧，行內競爭就非常之激烈嘅，但係咧，我相信合作遠遠比對抗更加強。我哋咧唔單止提供支援，更希望建立伙伴關係。無論你係大型公司，或者臨時活動團隊，定係需要後備人手，我哋都可以配合到。我哋係講究透明溝通、靈活制度，共同發展。因為安全唔單係一間公司嘅責任，同時咧亦都係一個行業嘅使命。一齊合作，一齊提升，一齊守護香港嘅職業安全。如果你哋有需要去揾人手幫手嘅，歡迎隨時聯絡本公司林輝煌服務有限公司。下邊咧有個 WhatsApp 電話，大家可以隨時聯絡返我哋。咁一齊合作，才可以行業更加壯大咧。合作比競爭咧更加重要，所以歡迎大家隨時聯絡本人，隨時講下合作條件。OK。